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C Keith 啊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咧腸道健康教育指南嘅喎。呢個咧就係腸道健康新紀元啦。又包括咗有益生元啦、益生菌啦，仲有後生元嘅。腸道唔健康嚟講咧，又包括乜嘢咧？就係有結腸、直腸癌嘅。其實咧已經係全球三大嘅呢個癌症嘅喎，仲有包括咗癌症相關死亡嘅第二大嘅原因㗎啦。仲有腸易激綜合症嚟講咧，其實影響緊全球10到15%嘅人口啊。其實有咩副作用嚟講咧？包括咗有腹脹啦、腹痛啦，仲有引起到精神壓力，同埋甚至乎降低你嘅嗰個生活嘅品質嘅喎。仲有咩嘢咧？仲有焦慮症咧，同埋嗰個抑鬱症㗎啦。焦慮症其實影響咗3億人口嘅。抑鬱症嚟講咧，其實影響緊2.8億嘅人口嘅喎，大部分咧都係女性為居多嘅喎。仲有咧心血管嘅疾病嚟講咧，其實每年會導致到1790萬嘅死亡㗎。腸道嘅問題嚟講咧，其實影響緊5個地方㗎，包括有香港啦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文萊同埋印尼嘅。其實包括咗有乜嘢咧？就有結腸、直腸癌㗎啦。仲有呢個胃腸道嘅疾病啦，仲有包括咗炎症性腸病，可以引發到壓力同埋抑鬱嘅。我哋嘅健康嚟講咧，係來自我哋嘅腸道喎。你知唔知啊？其實人體係95%嘅營養嚟講係通過腸道吸收嘅喎。大部分嘅一個毒素嚟講咧，都係經過腸道吸收嘅。腸道嚟講，其實係病毒主要嘅入口嚟嘅喎。其實咧，我哋嘅腸道嚟講咧，其實係住咗數萬億嘅細菌同埋微生物嘅喎。我哋嘅身體要擁有平衡嘅腸道微生物群嚟講咧，咁我哋先有健康嘅腸道啦。有健康嘅腸道嚟講咧，咁我哋先有健康嘅身體啦。腸道嘅健康嚟講咧，其實又對身體有咩好處咧？就包括咗促進關鍵營養素嘅吸收啦，減少食物過敏反應嚟講咧，仲有減少炎症啦，增加免疫系統嚟講咧，仲有改善認知能力，仲有改善認知功能嘅，仲有減少抑鬱同埋焦慮。仲有心情都會開心啲啦，都有潔淨嘅肌膚嘅。新嘅研究嚟講咧，其實我哋腸道咧係第2個大腦嚟嘅喎。腸道神經嚟講咧，系統可以同大腦互相交流嘅喎。亦可以影響到我哋嘅情緒啦、情感啦，同埋我哋嘅決策噶啦。壓力或者係腸道問題咧，會引發到焦慮啊、抑鬱啦，甚至乎增加神經退行性疾病嘅喎。會影響到我哋大腦嘅化學物質嘅，就會影響到我哋嘅心理健康噶啦。腸道唔健康嚟講咧，個早期嘅信號係包括乜嘢咧？就包括咗便秘啦、腹瀉啦、腹脹啦、脹氣啦、營養吸收不良啦、兒童消化不良啦。仲有肌膚嘅問題嚟講咧，又包括咗痘痘同埋皮炎嚟講咧，仲有胃酸倒流啦，仲有心理健康嘅問題，包括咗壓力、失眠、焦慮同埋抑鬱嘅。腸道唔健康咧，會嚴重嘅喎。嚴重咧，會有導致到胃腸炎啦、腸易激綜合症啦、克羅恩病啦、結腸直腸癌啦、帕金森病啦，仲有阿爾茨海默病嘅。導致到腸胃唔健康，其實有幾個因素嘅喎。包括咗唔健康嘅飲食啦、缺乏運動啦，仲有睡眠不足啦、長期壓力啦，仲有長期吸取抗生素啦、食煙飲酒啦，仲有其實環境嘅毒素噶啦。年齡嘅增長嚟講咧，其實會導致到我哋嘅腸道失衡更加嚴重咯。隨住年齡嘅增長嚟講咧，其實微生物群多樣性會減低嘅。仲有有益微生物群嚟講咧，都會減少嘅。所以其實呢種嘅嗰個微生物群嘅變化，仲有我哋嘅健康嘅問題嚟講咧，都係息息相關嘅。為咗保持我哋嗰個腸道嘅微生物群嘅健康嚟講咧，其實我哋日日都要攝取益生元、益生菌同埋後生元嘅。益生元嚟講咧，其實就係有益菌嘅食物嚟噶啦。來自穀物啦、豆類啦、青色嘅膳食纖維啦，可以俾到我哋腸胃益菌嘅養分嚟噶啦。如果冇益生元嚟講咧，再好嘅益生菌嚟講咧，都係好難生存嘅。你知唔知咧？其實係咪並不代表所有嘅一個益生元嚟講咧都係一樣嘅？一定要有特定嘅呢個類型咧嘅益生元嘅攝取咧，先可以平衡我哋嘅嗰個微生物群嘅。所以我哋選擇益生菌嘅時候嚟講咧，我哋最重要係要選擇菌株嘅產品。唔同嘅菌株咧，仲有唔同嘅健康嘅益處嘅。多種嘅菌株嘅組合嚟講咧，可以幫助到平衡腸道嘅微生物群嘅。
咁後生元嚟講咧，其實係增強我哋嘅腸道嘅健康嘅關鍵因素啦。咁後生元係益生菌咧代謝之後嘅嗰個代謝物，仲有嗰個副產物嘅喎，所以可以促進我哋嘅全身嘅健康噶啦。咁後生元入到我哋嘅腸道嘅健康嚟講咧，係其實即刻生效嘅喎，咁係可以產生正面嘅作用嘅。咁總結嚟講咧，我哋嘅腸道健康生紀元嚟講咧係有呢三樣嘢嘅喎。益生元嚟講咧，其實可以滋養我哋腸道中益生菌嘅食物嘅。咁益生菌嚟講咧，就係活性嘅有益菌噶啦。咁可以產生代謝物啦，可以幫助消化咧，仲有身體嘅健康嘅喎。咁後生元咧就係益生菌產生後嘅代謝物或者係副產物嘅，所以亦證實咗咧又有抗氧化啦、抗炎啦、抗菌等等嘅。咁益生元嚟講咧，係有包括咗呢四樣嘢嘅喎，有包括咗黃金奇異果濃縮物啦、低聚半乳糖啦、可溶性粟米纖維，仲有可溶性嘅小麥纖維嘅。咁第一個嚟講咧，就係我哋嗰個黃金奇異果濃縮物啦。咁係來自非 GMO 紐西蘭嘅黃金奇異果啦。咁都係一個獲獎嘅成分嚟嘅喎。咁仲有好多嘅生物活性物質啦。咁經證實咧，可以通過促進一種產生丁酸嘅一個細菌嘅滋長，咁可以恢復到我哋嘅嗰個腸道微生物菌嘅平衡嘅。丁酸咧係經過一個臨床嘅證實咧，係可以促進我哋健康腸道嘅膨脹噶啦，咁預防腸瘤綜合症嘅。咁第二個嚟講咧，其實係粟米嘅可溶性纖維啦，咁來自美國噶啦，可以幫助到我哋規律性嘅排便嚟講咧，仲有可以促進我哋有益菌嘅生長啦。咁可以調節血糖嘅反應，有助於維持健康血清甘油三酯嘅水平，仲有提供能量代謝物嘅。咁仲有小麥可溶性纖維嚟講咧，可以促進我哋嘅腸道健康啦，仲有減少腸道炎症，仲有持續釋放能量嘅。咁第三個嚟講係低聚半乳糖啦 ，GOS 咁來自英國嘅。咁短短嘅7日嚟講咧，可以增加雙歧桿菌嘅含量嘅喎。咁已經證明有效咧，可以幫助到我哋胃腸道嘅健康啦、免疫系統啦同埋認知嘅健康嘅喎。咁呢個都係唯一一個 GOS 係擁有超過100個科研文獻嘅喎，仲有20幾個臨床試驗嘅。咁咧，我哋嘅益生菌嚟講咧，係有包括咗有 BB12、LA5、LGG 同埋 BC30。咁呢四個精選嘅菌株嚟講咧，係來自丹麥同埋美國嘅。咁佢都係被研究最多嘅菌株之一嚟嘅喎，可以喺嚴苛嘅環境之下咧都可以生存，仲係可以保持到活性嘅喎，仲有好容易嚟講咧係喺腸道生存嘅。咁我哋嘅 BB12 嚟講咧，其實係全球擁有最多研究文章嘅專利註冊益生菌嚟嘅喎，咁可以幫助到腸道嘅健康啦、免疫系統啦，仲有可以產生我哋嘅快樂荷爾蒙嘅喎。咁仲有可以喺好酸性嘅環境之下嚟講咧，佢都係生存嘅。咁仲有我哋嘅 LA5 啦，咁個專利嘅 LA5 嚟講咧，同埋 BB12 嘅結合嚟講咧，係可以幫助到規律性嘅排便喎，仲有減少因為醫療影響到嘅呢個稀便嘅問題咧，可以幫助到平衡我哋嘅腸道嘅細菌嘅。咁咧，仲有 LGG 咧，咁 LGG 可以改善到腸道嘅健康啦，增強免疫系統嘅功能嚟講咧，仲有可以改善我哋嘅口腔嘅健康噶啦。咁非常之啱 BB 啊、小朋友啦，仲有成人噶啦。咁如果個環境係非常之高膽汁嚟講咧，或者係胃酸嚟講咧，都係可以生存嘅喎。咁仲可以支持腸道膨脹功能嘅。咁BC30嚟講咧，就係天然芽孢型專利益生菌成分嘅。咁仲有一個外殼嚟講咧，其實可以喺極端嘅環境，高溫同低溫咧都可以生存嘅喎。咁係享有胃酸同埋一個腸道嘅環境嚟講咧，都可以生存嘅喎。咁有超過25個論文咧驗證咧，係有包括咗有消化嘅健康、蛋白質嘅吸收，仲有一個免疫系統嘅健康噶啦。咁後生元嚟講咧，其實係關鍵嘅一個元素咧，係俾到我哋嘅腸道健康嘅喎。咁其實係採用咗獨特嘅一個發酵工藝製成啦，仲有擁有有益代謝物啦，包括有氨基酸啦、維生素啦，同埋短鏈脂肪酸等嘅喎，仲有提供均衡嘅生物活性成分組合，可以俾到我哋嘅健康嘅有益嘅益處啦。咁
咁我哋用嘅一個喉生元嚟講咧，其實係乾酵母發酵物㗎啦。咁呢個可以增強我哋嘅腸道嘅膨脹啦，調節腸道微生物群啦，減少炎症啦，仲有提升免疫力喎。咁我哋呢個腸道健康嘅一個新紀元嚟㗎。咁我哋嘅腸道健康新紀元嚟講咧嘅產品優勢嚟講咧係融合咗益生元、益生菌同埋喉生元，可以俾到我哋嘅全方位嘅腸道健康嘅配方嚟㗎啦。咁我係跨國跨州咧係精選來自丹麥、美國、英國、紐西蘭嘅一個原成料㗎啦。咁樣精選咧獲獎無數嘅一個優質成分嘅，咁我超過400個臨床研究支持啦，含有80億 CFU 活性益生菌啦，係無需要冷藏啦，天然來源嘅益生元、益生菌同埋喉生元啦，仲有非常之適合仲有素食者啦，不含麩質同埋蛋類，仲有無添加防腐劑啦、人工色素啦同埋香精嘅喎。咁我哋嘅臨床研究嚟講咧，有分3個嘅喎。咁第一個嚟講，益生元嚟講咧，就係黃金奇異果濃縮物啦。咁係可以幫助到腸道有益菌數量可以加2倍嘅喎。第二個嚟講咧，就係我哋嗰個粟米可溶性纖維嚟講咧，係增加到我哋嘅腸道嘅有益菌噶啦。仲有我哋嘅呢個小麥可溶性纖維嚟講咧，都係可以增加到我哋嘅腸道嘅有益菌噶啦。咁樣咧，而家就到我哋一個益生菌啦。咁益生菌 BB12、BB12嚟講咧，就可以改善到排便嘅一個狀況噶啦。仲有我哋益生菌 LGG 嚟講咧，可以減少兒童腸易激綜合症嘅一個症狀噶啦，仲可以減少到小朋友響呼吸道上高嘅一個感染噶啦。咁樣呢個 LGG 嚟講咧，都可以改善到認知嘅一個健康噶喎。咁我哋嘅 BB12 同埋 LA5 嚟講咧，係可以減少抗生素相關嘅一個輻射嘅狀況噶啦。咁樣仲有最後一個嚟講咧，就係我哋喉生元啦，就係我哋嘅乾酵母發酵物啦，可以改善到我哋嘅腸道嘅膨脹啦。咁樣仲有可以增加有益短鏈脂肪酸噶。咁呢個產品咧，適合邊一個咧？都係適合到小朋友啦，仲有學生啦、成人啦，仲有老年人嘅。